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以從野外救助得嚟記錄隻大熊貓為基礎，繁育出如今200幾隻大熊貓。6號果果都係成都基地記錄大元老之一。6號果果分別於1979年同1982年被救助到成都動物園。果果喺成棟生咗個女，叫做冰冰。冰冰有幾個嫌疑爹，官方副本係6號。6號果果記女兒冰冰係個英雄母親，生咗10胎14仔，成活6仔，叫做嬌子、倫倫、冰星、冰點、圓圓、香冰。除咗冰點外，其餘都有確定記子女，開枝散葉。6號果果記後代遍佈世界各地，例如成都基地記頂流女明星花花，德國柏林動物園記嬌慶、夢好、夢甜，法國博雅勒動物園記原子、歡黎黎、圓嘟嘟等等。6號果果家族目前發展到第6代，第6代成員目前有成都基地記科念。